Body Frame 咧係一套嚟自南韓嘅 STEAM 教育工具嚟嘅，由香港青年協會喺2012年嘅時候咧引入至香港，並且咧舉辦相關嘅課程啦同埋比賽，俾本地香港嘅學生參加嘅。Body Frame 咧就係一套可以啟發學生創意啦，並且令大家對空間同埋立體概念有更加深認知嘅動手學習工具。希望咧可以鼓勵到大家喺過程之中訓練你哋嘅數理思考能力，發揮創意，都提升翻大家解決困難嘅能力。今年嘅主題咧就係太空漫遊啦。各位同學有留意新聞都知道啦，其實各國咧近年都喺積極咁樣發展航天科技啦，希望探索更加多宇宙嘅奧秘。而我哋咧都希望大家熱愛科技同埋科學嘅咁多位同學咧，可以藉住呢個比賽對呢一方面咧了解得更加深入嘅。3、2、1，開始！我希望同學咧喺今次嘅活動裏邊咧，可以咧記得自己，無論遇到任何嘅困難都好，一定要諗方法去解決。呢個就係一個科學嘅精神嚟嘅。而呢個科學精神咧，可以用於我哋嘅日常生活，甚至日後你哋嘅工作，亦都幫我哋咧社會去解決好多嘅問題。我覺得我哋作品最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呢個發射式探測器，佢可以將呢個刺針發射到其他星球度，收集土壤數據。我哋喺呢個比賽入面遇到嘅困難就係呢，我哋整呢個火箭嘅嗰陣發現唔夠材料啦，令到我哋好困擾。所以我哋不斷喺比賽嘅期間不斷去構思、去諗，最終亦都係成功可以揾到一種材料可以去取代呢個物資嘅。除咗獲獎啦，我哋都學到唔同嘅 theory 啦，特別係關於力呢方面啦。仲有嘅就係啦，我學到唔同嘅價值觀啦，就係你有件事不斷失敗啦，但係只要你不斷嘗試唔放棄啦，總會有一條路係行到一定會成功嘅。我喺呢個比賽學到點樣編程啦，咁未來趨勢咧就應該同電腦同編程有關嘅。咁我哋而家學識編程咧，就對未來有好大嘅優勢。